全港第一間胸痛中心正式喺瑪麗醫院成立，通過國家級評審，借鑑國家經驗，提供快速診斷、專業治療，落實患者未到、資訊先行嘅救治模式，進行院前心電圖，通報急症室提早評估，建設綠色通道，簡化流程，開發快速登記系統，配合電子心電圖，手機平台一鍵接通，引進新技術，及早識別高危個案。頂尖心臟科團隊24小時候命，把握治療嘅黃金時間，打通心血管，開通生命線，提供全面術後護理，用心跟進患者復康嘅每一步。作為香港第一間胸痛中心，瑪麗醫院會不斷累積經驗，推動胸痛治療邁向新里程。未來中心將會搬到新臨床大樓，繼續守護市民嘅心臟健康，為心血管疾病患者提供最有力嘅保障。